继续来看公司的年度大戏《天桥顶的魔术师》，特别开8000万，伫新北市的十指来重现着较早台北中华商场的场景。公司推出电视剧《天桥顶的魔术师》，故事主要场景发生伫中华商场，但是商场已经拆除将近30栋。剧组为了重现演入台北中华商场的面貌，动员超过600个人，开8000万，连日头照射的位置拢讲究。在拍摄上面，我们就不用太大的力气去经营，就是光源的设计。这东西也是一种省钱的设计啦。我们也运气也是很好，就是找到那块地方位基本上几乎跟中华商场的方位是一样的。嘛，重现中华商场过去的繁华景象。亲像时光倒转，等于到80年代的旧时光。中华商场的居民正试图透过法律途径来取得中华商场的产权。不过，市政府在经过详细的研究后，今天正式的宣布，他们对中华商场的产权拥有绝对的权利。真侪少年人可能唔知影，中华商场是一连8座3层楼联动式的建筑，伫1961年启用，1992年拆除。经历过全盛时期的繁华，到逐渐没落，31年的光阴将在20号拆迁日画下句点。在挂满了拆迁大拍卖标语的商店内，挤满了人潮，使得原本就狭窄的通道寸步难行。一波又一波赶来做最后巡礼的民众，似乎也想为中华商场的历史做最后的见证。不是说要拆了吗？最后一天过来看看。透过华视新闻的镜头，会当看到当时营业的最后一天，和真侪民众是依依不舍。即马电视剧重现过去的场景，和不少人拢想要去探一个究竟，回味一下。地点伫倒位？什么时阵开好？我加做热门讨论的话题。